大家好啊！貓網工作室啦，今日嚟到康城嘅海欣莊園啦，為客人安裝咗呢個露台嘅高清防蚊網嚇。咁依家個防蚊網狀態已經打開㗎啦。客人選擇嘅係一個台灣起漆嘅24目超高清嘅防蚊網，隨意停嘅效果。咁呢個下邊咧有個路軌嘅，大概3cm 左右高啦。出入露台嗰陣咧就要注意下，小心極度。咁個蚊網打開個狀態咧非常之清嘅，呢邊係有蚊網嘅效果，係啦。顏色都同單位個注色接近嘅，完全唔會影響個景觀。